夾心階層最蝕嘅咧，唔係錢，係你咧日日咧見底嘅心力。喺你咧諗點樣理財之前咧，你最需要你嘅咧係你嘅心。以下咧係一個咧簡單心力嘅預算圖練習。喺紙上邊咧可以畫一個大嘅心，當你咧有100% 嘅心力，你用顏色誠實咁樣分餅仔嘅方式咧，俾你每日消耗你嘅人同埋事。例如屋企人嘅擔憂咧，會拎走你幾多咧？工作嘅疲勞、伴侶嘅需要，用咗你幾多咧？最後睇下留翻俾自己嗰一忽，仲有冇咧？嗰種咧唞唔到氣嘅攰，唔係你唔捱得，係你嘅心力預算咧早就已經嚴重透支。你唔可能咧喺一個咧只係剩翻5% 能量嘅狀態之下，作出咧任何對自己好嘅決定。如果你想改變，第一步咧唔係谷大你自己，係要咧喺幅圖裏面咧搶救翻咧屬於你自己嘅空間。我準備咗一份咧心力充電嘅繪圖模板，入邊咧有一啲具體嘅步驟，幫你咧視覺化咁樣重整翻你嘅心力分配，睇下咧邊度咧可以修復翻咧自己嘅質地。如果咧你想拎翻咧自己心裏面嘅主導權，可以留言心力，我將呢個模板 send 俾你。